其他消息来关心，新的交通部长陈世凯昨昏上任，伊昨暗就随去台铁的台中站视察。伊讲未来台铁的月台会去装月台门，避免民众落落去铁轨路。另外，伊嘛表示，伊上任了后，施政的重点会放伫人本交通和利便台湾这两大重点。 第一天，交通部长陈世凯最离岸亲自坐台铁自强号，登去个故住台中四十火车站。虽然这班车慢分5分钟，不过伊讲台铁坐起来正载正舒适，慢5分钟是正常范围内。以铁路来讲的话，5分以内算准点，所以这还是算在准点里面。但确实也没有像高铁一样这么的精准啊！那这个部分其实可以再加强。 因为翠里发生一位23岁查甫人伫区间车就要入站的时阵，敢若是头讲身体无爽快，对月台跋的铁轨路。好佳在四电副站长迄当阵人伫月台发现，赶紧用无线电通知驾驶停车，救回旅客性命。但世界警电副站长处理了正好，会伫咧上下班人做大站设月台门。在今年年底大概会完成第一个测试门，那希望在明年的这个年中。 就可以在高雄的月台的一侧我们先做这个月台门的这个完整的测试。那希望在明年年底可以做一个示范站的一个作为。伊讲，这马上重要的工作是推送人本交通加便捷台湾，会甲各地方政府整理所有的交通问题。因为大家伫咧关心的观光去中国的集团令当时的解放，伊讲主要看中国的态度。现在的状况是，去的多，来的少，竭诚的呼吁。 这个大陆方面能够赶快紧速的开放中国的这个旅游的观光的人士可以来到台湾。因那29年拢无调起的代替票价，可能会伫咧下半年调整。前部长李明案不只是代替公司伫9月底进前提出票价调整方案，但世界讲伊会延续前部长的政绩议程，兼顾代替的永续经营甲民众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